和風美容小店，冇卡機，冇顧問房，冇諮詢或銷售流程，簡單皮膚分析就可以直接開始療程。中意傾偈又得，靜靜地瞓覺又得，單次收費，做完 facial 俾完錢就走得。上條片分享咗海藻直針對暗瘡皮膚非常有效。有客人問：咁有冇啲 facial 可以改善暗瘡又唔使紅唔使痛㗎？有，就係 Exocel 外泌體療程啦。外泌體係一種用嚟喺細胞膜之間傳達信息嘅媒介，佢有促進組織修復再生同抑制炎症嘅功效。敏感、乾燥、暗啞、泛黃、暗瘡、炎症、鬆弛下垂、毛孔粗大等皮膚問題都可以改善到。本店嘅外泌體療程主要會配搭等離子消炎加細胞機導入。幫過唔同嘅客人做外泌體，目測覺得呢個treatment對暗瘡皮膚同撫紋嘅效果特別明顯。其實今次 model 本身皮膚都已經好好，輪廓都好靚，純粹係有少少油性肌嘅泛黃暗啞。做完外泌體療程之後，皮膚真係又白又細緻。呢個 facial 好適合油性皮膚同暗瘡皮膚，消炎同時保濕清爽又唔黏膩。但乾性皮膚就建議做返嬰兒針或者24K 純金呢類比較滋潤嘅 facial。價目詳情可於本店 Instagram 嘅置頂貼文查閱。